创意。所以我们刚才那个蒜蓉鲜虾板条，你也会给我们高分吗？会，我会吓到。就会吓到。为什么我想到的被你偷去了？对。哎呦，等一下係嗌呢個大顯身手嘅時間咧。没错，等一下。哎呀，我烫牙了嘞！他说不要再听你的，对我一开始就给我们躺牙。我觉得这样好不好？这集播完之後你去上課。哎呦，啊，你上完課再回來主持。有可能嗌有可能，你好好陪他聊有可能嗌轉到你啊哈，我就站在評審的角色。哦，這樣很好，我就高主持一些這樣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抱歉，給每年歷來都兩個素材，有冇感覺到今天我們拍攝環境特別的舒爽？哎呦，馬上哦，日以後哦，咱們得直接預定哦。預定這裡。全府的東，來，你先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環繞一下。繞一個圓圈圈可以看。哇，是展示我帥氣的髮型，不是。你看到廿個建築啊，其實對你客家人嚟講當重要，因為呢頭擺哦都比方講到中國啊，特別係用傳統嘅客家顏料啊，係你客家人非常傳統嘅一種建築模式。你今日都有個我的主場當中的主場，核心主場可以說是我嘅保宜價。沒有麗絲，那你對沒有麗絲有什麼印象？他講哦，對，食嘅東西蜜舌頭凍豆呢？對，米色凍豆。韓劇美女很多。你講這個真的是講到重點了。等一下你昆裏邊就敵耶。哎呦，我以為今天參賽者都很美，人就已經知道了。這個大家一直以來就有一些。好了，那其實還有一個可以印證啊，順風亮嘅評審形象，今天沒有另人哦。哎呦，劉謝麗劉師傅分享。已經係美女呢，謝你。韓劇吼，我哋有攬住哦，今年換讓到咩特別 set 到嘅李志龍李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馬上來看一下今年哦，我主題嘅食材係嘛？來，你看啊，大葵你的整容，每次開車都很緊張，然後參賽者在旁邊看得更緊張。嘿，韓劇哦，等一下我攞哦睇下我菜上一下，今年主題嘅食材係嘛嘅東西，來看一下。哎，有蝦講誒，這個什麼？考你。板條。還有另外一個講法。麵扒板。他的客語進步了，厲害厲害。我看哦，有麵扒板、板條、蒜條、蝦講，辣椒，還有蔥的。今年我主題嘅料理是蒜蓉蝦板條。哦，用蒜油辣蝦講，就一整那板條。啊！天哪，這個很海味耶！哎呦，今年哈，對客家人來說比較挑戰哦。因為他趕緊卡是有住海產。對我來講有壓力咯。真的，對，接下來對我來說也很有壓力。壓黑矮踢一半啊，不卡你的手啊建模。哭一下。真的，等下落看一下，都帶要用啥，然後來馬怪黑。好，冇問題。分享到壓黑兩字加冠阿甜哥，找怡萍分享。哇！有沒有男的帥，女的美？哇，真勁哦！你等下再給你猜。冇問題，冇問題哦。我哋有攬水哦，今年哦是兩個都很美，掌聲總上放揚。許靜香、許佩琪，哇，一定係家養老新 Q 哦。哎，真的很有來頭。不過我們先看我們這邊好不好？好，冇問題。來，我們換個位置啊，你看一下。哎，你梁莎上很和諧，要直接頒獎嗎？哎呦，你有梁莎係嘛冠黑？來，你不要說我哥哥哦。哎，不是你弟弟哦。哎，馬上馬個冠黑啊！等下，你爸爸？對啊，爸爸很像吧？要順風亮給你團嗎你？你姐姐？不是楊阿壽。你阿壽有沒有很像哦？有一些像，對不對？哇，對呀。你哥哥眼光很好哦。對啊，你想幹嘛？哎，那個年紀有差距。好，今日楊爸爸楊阿壽來參加比賽哈。我老你講，對，明珠姐哦，從體熱時吼，小家己爸爸到兩行哦，佢講吼，佢係全台灣哦活字版的國寶級師傅，係嗎？活字版印刷師傅，嘿，活字版印刷師傅。我從我爸爸速懂考你，所以你要看他的手，看料理廚師也是來，你看這個，看一個職業要看他的手，你看，你慢考。這邊他這個已經秒絲秒都指紋都快沒有了，這個就是專業的。
哎呦，然后你看看厨师的手也是一样，来刀疤秀出来。你看，这样懂吗？空一闪，你用空给他梳。那你还看哪个梳？你不用看。哎呦，动喉苗呢。对。好啦，爸爸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有吗？嫂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唔过，我老你讲，基隆山吼动厉害，基有地主场哦。唔过，我哋咱水吼龙山咪动厉害哦。除了系教养还有性球嘅关系之外哦，基隆山全系性上。好，我先把那个我的主持配先给你们好。咩日版哦，咩日版哦，简简单单嘅性上哦。干用的性上。佩奇系太学嘅性上，专门搞主菜嘅哦。还有静香姐姐哦，你系读哪一个性上？高中的。高中。天哪！你家系高中，你家系太学。哇，全部都会搞周炊。那你要还会煮饭的时间？餐饮的。都餐饮课，你们家要煮菜的时候不懂 Q 吗？不会，因为都要比来比去的。不用，碰的人煮。今年龙山有星星吗？有。应该有。马上我哋即刻嗌到嘅體力關到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亞木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會吹片。冇問題。剛剛講阿布卡有，我跟你說我有些練習。其實有今年經驗動難呢。你要跟我爸爸嗎？好啦，男生鬧男生，誰來鬧誰來，那你要小心一點哦。哎呦，哎呦，爸爸，我要跟爸爸。你不能嚇我爸爸哦。唔會啦，你總得合來哦。爸爸冇問題哈。剛才就先讓佩奇搞。好，冇問題。佩奇放心，很不好，我們用緩慢版的，好不好？他都是先這樣講。對，緩慢版的，來。剪刀石頭布，好，那你先哦。好來，一家之主愛輕巧。可以我可以哦。為什麼我會被他牽制？因為你爸爸挺厲害啦，要先讓1分。我先讓1分，然後接下來你知道怎麼做？再讓第2分。沒有，那不會讓他。馬上都快去。爸爸，好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爸爸加油！一家之主愛輕巧。Q 冇 Q 呀，Q 冇 Q，Q 冇 Q 呀，Q 冇 Q 呀。該你爸爸。Q 冇 Q 呀。冇啊 ，Q 冇 Q。爸爸講好了，我們輸了啦。好啦。選對人要特別開始。豆白。OK， 1分鐘冇點查哈。我們選對人要特別開始。來。先去準備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講一下，我們是用木卡，俺媽媽婆會煮油。哦呦，對不對？剪那煮油，你看我爸爸是我課語老師啊。好，剛來了切這個切蔥花嘛哈，蔥白跟蔥青要用一起嗎？好，一起嘛哈。好 ，OK， 收得嘍。好，繼續開始。好，有6個啦哈。哇，爸爸，我問一下哈，因為哦，其實哦，明珠姐姐哦都會做菜呢。爸爸你自己說，我都會卡都會做什麼？我想問，係幾種主持嚇種後面是可以是，將可以是主菜，還係從成應該是這是會煮嘞？怎麼可能？因為我自己泡奶粉嗎？小學啦，成應該差不多小學啊，會小啊。都你也客家後面是啊節目嘢哈，就慢慢引學習，因為哦，你要按照廚師啊，就去教。對，要得師傅按用高矮嘅。做落去嘅哈，如果煮飯嚟吃看啊。對。可是我跟你說，我瘦沒懂會做菜，我嫂嫂應該算是生的寶寶過後又很看會做小孩子的餐廳。哎呦，嫂嫂已經生小孩了哦。對，真的。哪有大學生在生小孩的啦？哎呦，給他一點掌聲啊，嫂嫂，你看多聽你。哎呦，唐公哦，嫂嫂，你下面係線上係麼？呀，哈給嫂嫂，你說一下，你要不要跳舞？實驗到了，民主好，實驗到，我們這邊先暫停1分鐘。好，那等下我們再回來。等一下，你要講到問你哦，等一下再來秀一段舞技。你再跟他一起跳啊？哎，冇問題啊。再跟他一起跳，有問題啊？拜拜。冇問題。拜拜。你先等一下哦。來。
老师等下看来了你要手下留情呐，哈！来，爸对啦爸，我们做的是家常菜而已。我们也是这嘿样。，唔怕啦，记得手下留情的部分是系对体力该不挨走。好，计时开始。万琴，对，脑记之高，万快点用的拿刀位吼，拜托来教一下。记讲记唔会吼记记人家就讲唔会。按叫的还唔可以呢。可以看静香师傅啊，系你们一个记的记啊，记招式用记招式啊，对对对，记招式啊，记招式，对对对，记。哎，刚才老二都有讲吼，静香姐姐都年了哦，嘿，有缘分的哦。对，静香姐姐应该要抬价讲一下。客家盐楼啦，落成典礼，我有来参赛，真的台湾全省的那都第几名？第3名。哦，第3名哦。哎呦，九是给我们哪里哦？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4点钟。嘿，你用啥做的 Q 哈周哎？好照你们平常默契，我们要先计时1分钟哦。喂，后尾跳号，哦，一起哦。计时抢开始。好，来问你，好姐姐，切。看一下大学老师用的切串头有没有不一样？哇！哇！哎，佩奇姐姐，你吼，哎，因为哦，你系到太后教煮菜哦，你以前全部从以前就很会做菜是吗？就是嫁过来以后，生完小孩才开始。真的，哎，我觉得懂得周妈妈都会按的呢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都抢继续。那我们先去看那边喽。等一下再来跟你聊继续哈。做，一起做哦。好，Q 哈做，水可以先烧哦。走对嘞，走对嘞，可以了，爸可以了。爸，发现吗？哎，事情。该美明珠啦，唔是很台里的。哎，你看一下我爸爸刀工，哎呦，欣赏一下。完全系活字版国陈董宝级师傅事长，哎，好帅哦！哇！爸爸，你切的蒜头特别香哎，吼，然后可以还知道。不过吼，你还要马改书记啊没？有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嫂嫂不用数节都掉倒闭耶，是很用心的。一鸣，来，嫂嫂，你跟评审说一下，为什么要放手机在这？因为我怕煮太久会太老，所以他已经算好秒数了。哦，是要算时写给间的哦。哈公，我整几都秒钟，他都知道要蒸多久。大概60秒吧60，不就1分钟吗？1分钟，50到60秒，50到60秒，这样有算及格吧？走的。懂用心哈。等一下呀，倒闭结束过后，你会先通半条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不然我们先勾一颗给倒闭耶，爸爸好好。加油哦，吼，不用渴了。好，我们先过去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嫂嫂注意着水哦，好，不要烫太久哦。好，哇用高高。哇，哇，你看，蒜头放到虾子里面。对，嘿啊！哎，静香姐姐，你都有给他讲哦，系肉馅处理过的哦。系啊，就切啦。哦，可以吗？都带牙给在大学里面不会搞牙出吹吗？大学里会教这道菜吗？简单。也会吗？检定的啦。哦，该系检定哦，检定的考试检定要哦。考这一道菜吗？哎呦，哇，你看，怎么样？让大家讲一下，你太好嘅师姐咯，唔系毕业之后哦，你太好嘅师姐系学嘛嘅东西咧，讲一下。大学红嘛该？大学学什么？来，我学什么？我学机械设计工程的，对。佢系学机械工程嘅后来哦，生小孩之后，你做出非常有兴趣，后天的，真的很用心。真正系动很有专业没有偷。偷按后会醒 Q，然后还不卡 Q 用哈？他们是同一定学。要讲。好，同学是不是？等一下长了聊。好，这边聊太久了，来看一下这边的进度。不是通常 Q 哦，不要紧张哦。你用这个盘子转会比较用牙给看对可以用排盘，没关系。要捞快一点，然后会免的哦。哎，不过你技师还蛮结束呢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哦这个不是哈。好我很紧张哎。嘿，唔怕啦，唔怕啦。来，你看这个油桐花，客家油桐花，对不对？嫂嫂，你的太厉害创作的意象是不是按？就像妹妹一样漂亮。对，这哎呦有道理。，哪里？我找一下。熊友，这个小心哦哈。 OK。但是我跟你说，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嫂嫂，因为她非常厉害。等一下还有一个巧思，哎呦大家带你看，因为她那个葱有没有不是直接放上去而已，我嫂嫂还会有一个秘密，秘密武器。对，大家不应该的撒上去啊，看一下。用。嫂嫂，你们加油好吗？好等一下好好谢谢蒸，我先过去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爸爸，好，难得看你煮这么用心呢。你们都敬重哎。
哇，好有创意。所以我们刚才那个蒜蓉鲜虾板条，你也会给我们高分吗？会，我会吓到。就会吓到。为什么我想到的被你偷去了？对。哎呦。还没好嘞，还忙哦。哎，该风是冻好款呢。这是和风酱。和风哦，你自家做的，用慢做啊。这个是天哪，这两组真的是太认真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你们是做油桐花哦？应该系嘛个发。哎呦，静香姐姐，你弟吼，你很厉害哈。之后的来宾不敢来参赛呢。哎，不会的，那你就尽量叫我。那一栋，哎呦，唐导的制作人，你讲吼，以后都叫他。对。哎，不过我最希望的是以后都在这里主持。对。好，安尼就做得，安尼就好嘞。不过我想问一下吼，因为记得龙沙哦，记得龙沙圈系线上啊，你会弹几个，还是你会弹几个？因为想抢来，因为这个问题太难了。看嘛个菜因为菜要烫啊。哈？但是烫价。哦。看嘛你的专长都卖。可以哈呀，导毕业给奖哎，天女散花了。这片你没懂奖呢。好啦，好了，一过来这片一下。黑妹，这边好嘞，过来。好。哦，爸爸这边在干嘛？哦，你要把它弄成什么形状？好。为什么把它调成这样？不是管爸爸了，爸爸也活字版印刷哎。这个，等一下，你看我好紧张哦，要个 B 按钮就定型了。可是我的味道你看看多香，红色会不会太少哈？还有30秒哦哈。你要排一下哦，对，好好的摇哦，不要一个地方太多。民主党跟该揪哦，不要一个地方太多。不要一个地方太多，大概也注油啦。油不要那么多，油不要那么多，油不要那么多，油稍微沥干一点。好，倒数倒数了哦，倒数了哦。8、精力几行？整理一下。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就係吃色坤啊，咁樣喺咬不卡米西啊，喺老師不卡米西靠好食咧，來坤啊咯。哇！哎呀，真型但唱坤擺盤就坤得出來哦呀，各家咪拖。然後擺盤咧用嘅都冇用，師傅級的。可是我也要幫我家加分一下，我這是家庭貼心級的，好多人8號噻。等一下你就這樣拿片咬落去就 OK了。可是這真的懂價，這真的懂價。薄下睇最好誒，唔可以食啦。你做人哋薄嘅，薄下睇最好。嘅咩要麼？好唔好？所以全部都處理後誒。對。先來選一個好嗎？好，現在吃我們的來。謝謝。佩奇有嗎？哎呦，讓他夾邊，我夾邊。哎，冇講出去哦，出去吧，小龍要死吧。比較入味。這隻很有味道哎。哇，這是很有味道。這樣。嗱，我而家係靜香老師、佩奇老師吃到，不然一起嚟建議好冇？他們整汁冇標按到。水這樣多係嗎？我整好。煮較早的味啊。哦。汁可以放少一點。好，來吃吃看藍隊的。哇，來雪看你了，來對了哦。欣賞你做安醬哦，我都捨不得吃掉。那你整個吃，吃整條沒關係，吃整個好了。哎呦，我拿甜豆了，唔怕哈。唔怕，好，我板條有燙過，板條我有燙過，再加一少許的醬油，哈，這樣拌一拌而已。好，爸爸你覺得嘞？吃到老師周恩勇。各有特色啦，各有特色，風味不一樣，風味不一樣。啱個蒸嘢擺到太啦，一個冇，誒，蒸嘢老不開冇用嗬，所以誒，迄個蒸嘢迄個，誒，你用鴨絲滷嘅話用，凍架一下就好。一種奶奶貨，係啊，奶奶貨係蒸，係冇按條，係咪？係咪？誒，要條嘅係啊，冇按條。咁講緊食到嘅蝦公地圖，要一點酒嘅味同呢？有，我有醃酒。哦，厲害！我的蝦做處理好以後，我就醃酒。原來放冷凍庫，蝦很容易壞掉。對，不錯，你就先處理啊，我就先處理。觀眾朋友可能也喺坤方面冇識到，可是第下呢設計的評審欣賞吼，太強的建議坤啊，首先呢先搶60分，搶分數。哦，
敢不敢讲法，给你负责主导主持。好，唔怕唔怕唔怕，很有机会。等下请李师傅抢本复数。我没有讲话，杨爸你附近。等一下，今天我来请刘师傅讲一下。哎，杨爸，我家是那个在下贡头有点点木头，半条的米是冇融入到下贡入面。两片呢，整件就当入面，好，两片整件这个有色，这个有色，整件当入面，有客家人的米是。李师傅咁讲咧。老刘师讲的差不多，也做片上也10分强，做了10分强，但是呢，也油片上较有不卡米丝，佢有黏面。客家人口是鹹啦，講客家是鹹。蒜頭的嗰一邊蒜頭有整出嘅米絲，一邊蒜頭係辣的，溫辣，所以冇整到。一邊的蒜頭有整到，有黏面安尼。不过其实有两处哈，全动厉害啦，因为吼冇强龙嘅面头，真正有两界平行吼，会拼出来，真正动难拼啦。不过等一下体育馆会真正要靠实力对，咯。因为这些唔敌的，全部唔敌的菜，等一下我们应该都有给真的要机会靠实力。不过呢，3点下轮呢就要来抢师傅来表演吹色，待会呢就要先请我们参赛者先休息一下，因为呢，今日师傅呢都带会带来嘛该4个吹吼，3下轮呢就会先抢到。你给我们的李志荣李师傅，那今日带来嘛该4个料理要搞太高哦。中葡素卤菜。哇，又到位呀嘅吼，上海观众朋友最期待嘅一个环节咯，因为观众朋友呢，也都会听呢，你一家资助这个厨师给4个料理来进步自己的厨艺。其实吼，两妹现在对吼最期待嘅时节咧，真的完全不是紧张。对，大家不用紧张，现在可以有一点笑容了吧？上一关那么紧张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专心看，专心好。今天李师傅带来要马上吹色。蒜泥梅干板条虾卷。哇，还有豆腐哦，很丰富来来，就准备嘛个先看一下是菜有嘛先老太讲。有半条的，豆腐，下公的梅干菜，因係要先炒過落，先炒過嘅，無記嘅梅干菜會燙硬啊，哦，經過水洗過啊，這都懂意味。嗰呀葱絲呀變到蛋糕嘅，嗰呀蒜蓉醬。再下來呢，就直接來進入料理的部分。來。要麼該下工，哎呦，安泰呢？臭下工，這樣卡胎。卡胎。可是我覺得這邊很難，因為我們就是嫂嫂，你要看清楚，這樣下工用的豬梨才會漂亮。它要怎麼樣？剛才那個靜香老師有講到，那個要把它斷筋啊什麼的。下工要斷筋。對。喺冇法會嘅叫一叫啊。對。哦，要切刀用的咧。之前靜香姐應該下講吼，冇切頭。該旁邊先切過。中間咧開過一，一傾就可以。一傾開了。可以呀，它的這個，哎呀，下講要加油，雞肉有嘛。哦。你冇攞幾個糖嚟花？嗯。你冇攞個糖嚟花有嘛？其他一整就會揪起來，會變形。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學的。這個一般人就全部會切件。哎呦，多，哎呦做，哎呦吼。誒，就會切件。會表嘛嘅？梅乾菜，因為梅乾菜有先攞過哈。又係老人嘅客家人嘅意思。該爆嘅時節就嘛該提票會重要嘛。好多地瓜，就是一年必摘啦，冇打整家業會全部會走出來。要鹹脆個咩不卡氣噶？阿婆做嘅，你看家裡的味道。阿姐一來就半條嘅包，這樣嚟強強一條嘛。哇，好有創意！所以我們剛才那個蒜蓉鮮蝦板條黑貢，我們包起來，你也會給我們高分嗎？會，我會嚇到。就會嚇到。為什麼我想到的被你偷去了？對，哎呦，韓一般我可以這樣把它包起來，讓它纏纏綿綿啊，那就不會沒有入味問題了。他一般都冇粉絲。那只有一種方法是肉姐在奉發嘞，因為拜託靜香姐姐，讓哆啦 A 夢講，走在做時光機轉移。哦對，來唔在嘞。哇，哦，切豆腐哦也很重要哦，那個刀工。因為我相信係其他切嘅時之後，它會碎掉。哦，對，雞蛋豆腐叫卡巴頭。不過我只聽過雞蛋豆腐哦。雞蛋豆腐加米絲就一較適合啦。哦。我牛排咧。再嚟標上去。哦，標到蛋糕。哦。再嚟，
哎，就当这样，大家酱料淋上去就一整。谢谢。大家就马个想法现在咯，就是把酱料淋上去，我们就可以丢下去蒸。好，秘密武器要给黑志荣师傅剔条，要给酸永中哦。哦，用板条长会用米头啦，米丝。所以要给酸永中的部分就是各家料理的味道了。对，因为呀就以咩单枪酸条、老条有听，呀还会一些调味，从你阿手就不用洋葱啊，洋葱下去等等之类的。这样嘞。啊，你要不要落去整几久诶？呀，因为係今日下講較太味，嗰啲要包東西，用按你包嘅來酸咧，包差唔多都14分鐘到14分鐘。可是你節目冇按頭，好險有些。有時間咧，每天都來看一下老 B 誒，不用落去整14分鐘夠好嘅用誒。哇！纏纏綿綿，哎，這真的可以了。好好吃哦！不是呀，它好像只有偏向的部分嘛，哈。哎。那你要借我家豬油嗎？要。要嗎？那豬油係清厚清甜口的。借你一下，阿媽婆哎，阿媽剪呢？就香哈。當香。它有香味。該溫度差唔多幾度啊？要燒咗佢。要燒差唔多在120度左右嘅。好。哇！哎呦，一啲時候咧哦。我香油，安尼又有香味啊！香油是唔得了，是摆在你們身上。可是剛剛那個老王剛才跟師就有點跟我們剛才我們家有點像哈。好，有一些燒。挨來，硬盤。很燙哦。硬醬燒。哎呦，來，夾。OK， 待會出題目直接看到嘍。好，做到案講的出來，兩喙都衝電愛食，啊唔免講做案都就兩喙都會食。是就挨對做得選。哎，地主隊，兩邊也都是地主隊。不過我們要先猜題，要公平公正。我看嘛個題目咧，先出題目，他才看得到。將阮下講嘅作用很密嘅 A， 掌握平穩 B。增加兒童的速度。先猜拳，馬上會猜拳。媽媽來哦。剪刀石頭布哦，剪刀石頭布而已哈。已經為讓一張走得寫了哈。唔好意思啦。你不愛寫。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。你對，劉三嘅默契很好。石頭布。等下係嗌都有大顯身手嘅師姐咧。沒錯，等下。哎呀，我燙牙了嘞！他說不要再聽你的，對我一開始就給我會燙牙。唔好意思啦。你不愛寫。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。你對，劉三嘅默契很好。石頭布。穩實。還忙。要先答題，要先選。你會選 A 還是 B？ 那就 B 啦，好啦。 B 哦，好。我呢度有個靜香姐姐講 B。那我們就選 A 嘍。你是想要選 A 的嗎？對啊。啊？我面好像選 B 呀。怕。哦，搞半天。答案呢 A， 中方平穩。因為我有在潛水，好嗎？等一下，該觸鬚牛蒡怎麼改？因為呢蝦子的長鬚是第二觸角，有細長的觸角邊。多數種類也有發達的第二觸角鱗片，以利游泳時掌握平衡。我們先試試看嘛。好。先看護士讓護士再說嘛，對不對？用它嗎？慢動作。 slow motion。哇，陳董，你完全表現哦，為這道菜增添光彩哦。入口即化。哦，入口即化。又很 Q。哦。好啦，我們等下繼續吃。不過沙哈倫呢，最緊張的要來了。等一下，係嗌都有大顯身手嘅師姐咧。沒錯，等下。哎呀，我燙牙了嘞。
他说不要再听你的，对我一开始就给龙尾扛牙，然后呢，开始给他稍微冷静一下，等下最不会迷呀拐就要各展身手，看一下那家长系你的太重谱喽。爱是太重谱，用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色彩，完成重谱实天爱做嘅菜色。喺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盤盤喎，到底馬上將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！到咧吼，我哋兩攝吼比賽最美一關而且今咧。日真緊動緊張，今日咧厮殺的氣氛吼蠻濃厚的。因為兩嘴全動厲害哦，對不過最美哦，挑戰即時能力嘅比賽環節咯，愛變馬嘅食材咧，馬上來看一下。哎呦，你係烏木米，這是我的最愛耶！你全係應該最愛。可是來攏講，亞洲一定底下太家講什麼的度底下跟烏木米呢？其實老人哋就會講，佢有植物界的交質，很像是那個植物界的，叫做燕窩瓊瑤，什麼人都食咧，反而對皮膚當好，可能會煮鹹的啊，也係煮甜湯都做得用得到。不過重點是什麼？美麗亞島邊啊，愛山的東多，故說呢，以種出了養出來呀個烏木米的品質，你看一下，要夠厚，對不對？按盤呢，張開夾口感這麼油。真緊動厲害，這個不過吼很好，你凍好嘅木米吼，都掠到吼苗栗地圖吼，做咧做凍豆料理啦。不過今日劉師傅讓大家講一下，等一下最後一關哦，最緊張嘅環節愛比馬嘅料理。木米那炒麥嘅咧，來對盤湯。嘿，該靜香老師就講哦，佢哋線上就係線上，好同樣哦。炒鳳梨係麼？哦，薑絲黃梨炒木米，兩樣菜，湯愛嘅講法去做。好，聽你的講話去做哈，我唱清楚嘍。好，木米用薯巴，木米要用用薯巴，木米用薯巴，總得切。嘿，木用切，黃梨一開始切，莫切長條，絲冇睇睇。心要去掉。薑媽愛切細切片攏做得，連心做得，兩樣很切嘅運用。我用鹹酸甜嘅米豉，用室溫時炒嘅種方式來炒，好冇？湯係什麼？他很像好，湯係什麼？好，好我們湯係什？而且還有90秒誒，廚師幫忙團隊一隻。好，題目，我先出題了。好，我出題目了哈。馬個題目咧？哪一種木米做唔得上色？哪一種木米做唔得上色 ？A. 糙木米 ，B. 新鮮的木米。好，冇問題，想一下先剪刀石頭布，好冇？好，來，爸馬上我教。爸來猜拳後誒，爸爸猜拳。好，哦，靜香姐姐，還有佩奇姐姐，全走的。全走的。好，靜香姐姐。剪刀石頭布哦。該行一張咧。剪刀石頭布。哦，我彈錯哦。我聽錯記掉回答不對。媽，冇想過。天哪！團 B 哦，你好聽哦。好，新鮮的正確答案哦。你好聽，總得改變了。是啦，我解答了。我30秒90秒。好了，我哋是做得選 A 正咯。確答案 B。為什麼？因為新鮮的木耳地毒有化學物質，有該普林的化學物質啊。是的，以後陽光照射落來，會有安尼嘅皮膚炎的，啊個從因皮膚會下浮層安尼嘅感覺。哎呦，真緊哦，愛試看哦。吃。白通色。馬上進入。好了，馬上就來進行比賽了，各自來去加油了！來。他說來，我們的戰略討論一下。筋要切掉，中間那個要切掉。筋切掉。好。準備痛哦，你哋準備痛哦。計時開始。開始啦。一下就會。 1公分按你做得嗎？差不多。可以嗎？會唱譜嗎？唱，唔愛。好。我就按油啊。勝利在握，勝利在握。勝利在握。哎，我史上最緊張的。哎，你寫你看隔壁嘅，我沒有做錯吧？木米咬下 Q 用胎，對不對？嘿，唱用書包。我們沒有用書包嘅。哎，你鍋裡改片看。不能放，爸爸你還先發，還先發，就是輪流。哎呦，白看，唔係讓人咩亂聽莫用白，莫用白。嘿，木米要用白哦。幾多台？幾多台？一道台，你做到該往裡差唔多台，用書包。拿一盤就做得咧。拿一盤就做得。聽冇？
哦，做得嘞，拿嘞。又拿了吼。拿嘞啦。他就马个冲啊。冲哎！全部几钱的呀？那还有时间。两一件，还有时间，两还几钱？冲拍死好嘞哦。嘿，冲。加2岁，好安尼，好安尼，好。第2棒你们有安排好了吗？马上停一下。是呀，还是唔叫？他就马个2个切哈。冇切的。2个切，辣椒。辣椒。为了籽籽。为了籽出辣贴咯。籽籽会辣贴吗？砍一下，砍一下。安妞。7、6、挂下去。不用，我真不用打。 3、2。哎呦，还是嘞。王英文，马上停一换第2棒，换第2棒。我觉得这样好不好？这集播完之后你去上课。哎呦。啊，你上完课再回来主持。有可能挨了。后呢？你好好陪他们一下。有可能挨转到2下哈，我就站在评审的角色。哦，那很好，我就好努力一些这样。放第2棒。我俩吐出来是比赛嘅指定料理嘛，就是平常时都學教書嘅時間。當嘅嘢。金香姐姐，你都學教圈教乜嘅料理啊？點心跟餐飲考試的。哦，做點心哦。西餐係嗎？中餐。中餐嘅點心哦。 我覺得這樣好不好？這集播完之後，你去上課。哎呦！啊，你上完課再回來主持。有可能挨了。後呢？你好好陪他們一下。有可能挨轉到2下哈，我就站在評審的角色。哦，那很好，我就好努力一些這樣。好，選了一塊癌。好，弟弟呢？哈，辣椒記得去籽哦。对，我要去籽。好，帮爸爸弄。不是很难弄啊，用刀子刮就好了。刀会怪。走的可以递。走对。递过去，对，很棒，很棒。OK。好，嫂嫂弄很好哦。唔怕吼，假時候你真緊數咧哦。你咪做得改片會報名上課。我們一起去，我們一起去找2個人有沒有打折？等下問一下。爸爸，你要附近嗎？條路看穿的。大家看穿，我爸從第1道菜開始就會看穿條，到第2道菜還是看穿條，所以知道這個看穿條這件事情是一個基本功，而且一定要把握好。還有時間，你要第2棒繼續做1分鐘，時間到再問爸爸好不好？好，你們這邊怎麼協調都可以。等一下我們先過去。厲害，還不要下鍋哦。好。不會啦。懂事了。我其實是一個蠻控制狂的人。看得出來哦。哎，差不多圈準備好了哦。哇，切得很漂亮。5、4、3、2、1，王英。我覺得越簡單的菜越難評。你們倆這個第一個刀工，第2個炒工嘛，沒有味道而已。對啊，又喊看難評了，所以還好我有90秒。因為我社會閩南人，我覺得他們有吃過這道菜。啊，冇吃過啊？我不知道。鹹轉條嗎？所以我等下用廚師幫我。你有吃過嗎？有吃過嗎，佩奇？有吃過。外面有吃過。外面有吃過。對啊。好哦，那你們就踢球了，我去我那邊了。好，加油！酸條看後嘛。好了。那我們等一下，你要先幫我們熱鍋完之後，我們再找廚師。哎呀，換人了，換你爸爸了，第3棒了。爸爸你要倒油，爸爸你要倒油。陳爸，來增添一點油。啊？你剛剛應該第3棒應該瘦當初了。哦。因為我們要廚師幫我。哦，你看我爸爸有沒有？哦，細心哦。對，專業。好，更唔怕，先攪，等下我這裡。這樣可以嗎？可以。這樣看得出來我爸爸最愛吃的菜是什麼嗎？我知道。用細炒台蔥。沒錯，你看那麼細。哎，爸爸。這樣可以用了嗎？廚師幫我了嗎？哎呦，等下做得容易哦。可以嗎？等一下。可以嗎？可以了。那我們要用先氣候。廚師幫我。繼續。沒有槍，開始。好來。來。好，大廚表演一下。哎，陳爸爸，哎，明珠姐姐豆腐蝦嘅時候，關凍到嘅東西係嘛嘅？那個是太薄。為什麼？我不肯讓他吃太飽。怎麼嘅？不是啊，要保持苗條的身材，隨時有上電視的可能。哦。對。因為有明星女兒，總得嚴格的食量控管。哦，還會加水哦。係啊，介紹咧。那我們要嗆面了。
4、下做什么3、2、1，停数。等一下要做什么？我讲咩？然后做嘛，爸爸接接着做。接着比炒玉米，马上炒玉米再下对啊，这样就紧拉起就会，好，拉比炒出玉米了就会。我炒幾久誒？炒解下哟，啊比玉去米。冰洋啊，去冰涼一下哎，最波比張標落給看。哎，等到伊拌两下就拌会。兩下就好了。嗯，好啊，香油香爸爸香一些呢。所有的味道就已經好了，你千萬不要我敗在你吃哦，這裡。吃鹹淡哦，吃鹹淡吃鹹淡你哦。要試哦。啊，看好誰了哈？我們要過去了哈，要看好，拜託一下，看好。拜託一下。吃鹹淡哦。對，哦天哪，哇，看這個。好厲害！該顯得凍好看呢。哇，要給它煮透。哈，大家食材吼，全強龍台色，那個鳳梨吼、木米吼真的弄得真好我。必須說，你看從第一道開始給他的就很重視這個。莫去加伊咧倒未做得。呢條魚병通吼，有啊，有要酸甜，嗯，要出菜要韓酸。魚吼，間人哦병莫通少哦，因為幾條沙很好食吼，也莫，味也道重。種莫得很鹹，也唔係講大白就變鹹，唔係啊，也有味道就好。好，哦，有的鹹酸甜，纯三生没有了。也出三菜生咩哦？純三生咩哦？韓魚嘛嘅會做麼？等下，冇咧，冇咧，我準備好了哦，嘿，會種盤咧哦。係啊，放假。也就裝飯沒有。你試過咧哦？擺盤一下，完全不使用哈嗯，完全不使用。他可以等一下最末嘅時之後，廚師來這邊跳一段舞，我們用這個30故意讓他跳舞，好嗎？你他們看過劉師傅跳舞蔥誒？要有熟。我手腳肢體動作。好嘞吼，好嘞吼，好嘞，好，等一下，倒數，倒數，來不及了。劉師傅跳舞，擺盤劉師9、8、7、6、 5、4、 3、 2、1，時間到。打出來吃吃困難第二關地度，那家找來啲太重譜咧。好，呢個恭喜鳳梨炒木米，地海大家都會評審哦。可能那種醬油頭擺米頭，先來對牙縫最開始食，先食一道面。哦，我們的廚師幫我叫聲沒有用到懂後，雪玲姐呢幫我們調好味道。好，先來是藍水，藍水來吃吃看吶。冷水哦，係兩下嘅師傅來試看，來。好，一起來吃看看。啊，我先，好，哦，我凍排先哦我們直，接用夾我是的，凍豆哦，用卡夾。稱為那年哦，好，很難，嗯，味道決勝負，喜歡的，因為米頭有懂明顯的冇漂用。好。我都有嘅木米哦，有啲斜斜嘅感覺，好敬重你。廖真健董建總，因為呢廖出出比較經典的客家料理，唔過呢，你啊最重要就係也個米頭都帶整茶都帶到味，唔過呢行後看平時自家中意嘛改良，公平公正公開，先請劉師傅搶分數。啊！搶李師傅搶分數，先公平啦，好不好？先公平，只請李師傅講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上咧講嘿，夾粒黃梨無炒講，搶粒片的按鹽米。黃梨，黃梨要先冰落去炒會哈哈本黃梨出米，好帶它的酸氣出來。對，好，所以我們常常跟李師傅來搶公平。好。那我先那邊一味啊，給它整體的口感是讓我感覺就是很爽口。哦，看我按比較米清爽。是從還有上癮啦，因為要用菜本來就愛莫按香蔥的米絲啊，因為本身黃梨有黃梨的本身的酸味，木耳有木耳本身的甜味，或者加一些調油，一些鹽鹹酸甜就出來。
是像你係靜香靜香姐姐，你開始是有講過啦，你做出來嘅標準是少油、少甜、少鹽。現在考試也是一樣，養生啊。非常嘅健康，非常可是你太鹹就把它刷掉。是，但唔講你給咩？既然有比賽發，我想要先請大家先給我們兩個評審一個掌聲。今天太難評了，今天動難評。第二個就像我們今天一樣被我們夾在中間，不過講真嘅呢啦，這個呢，Andy 行喺講。兩個國家嘅面試冇共用，唔過一家之主就係大家大部都有自家嘅特色，也係最重要嘅。但是呢，既然係比賽，對兩位還是有一點點的獎品不一樣。哦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你風吹得到嘅3分，藍水得到嘅1分，故所以你風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哇！恭喜恭喜！哇！你看你爸爸嘅笑容哦。好啦，不過吼，我都要改評哦。其實用嚟動好啊，很好哦，因為了解吼，你都要得到嘅獎品哦，比啲啲很好哦。唔是講從台上哦，因為等下你看，跟陳爸爸嘅眼神已經覺得，哎呦，3000 Q 哦，好像比較不好。你係非常厲害嘅銅瓷複合金多功能方形鍋，方形不粘鍋具組，又厲害嗎？咁樣是更厲害了哦！好，先來請阿爸爸來睇下分享一下你阿爸參加比賽嘅心情。啊，基本嘢我兩場比賽啊，可以講做香港演員講兩場做評分就數啦，冇乜講輸贏啦，兩場做同外。哦，因啊，甚至個好多年有做客家料理，哦，老師做嘅嘅成就也好多年，同樣安排啦，哦。嫂嫂嘞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次參賽的心得。你終於可以，我終於可以好好睡覺了。都沒有好好睡覺。我每天都在想說怎麼辦？之後啦，我們實在睡不着了。其實哦，真正我睡不着係明珠姐姐啦，因為你嘅倒來吼，完全我行來並比女主持人吼很好，強人這樣，一樣漂亮。也很謝謝吼陳爸爸今年來吼，為到啊增添非常的多光彩哦。我挨到兩片，你非常厲害哦！兩個節目非常幸運哦，做得搶到兩沙線上來到兩個節目。靜香姐姐，讓大家講一下，你今年來參加比賽嘅心情。做菜對我來講幾十年了哈，我覺得很快樂。做菜對人生很快樂。你看，你也是做出來嘅競選啊，其實哦，結論係乜嘅，完全冇錯啦。做出來嘅過程又歡喜，梗係最了解嘅。最過程係最重要嘅。咁個佩奇姐姐咧？不一樣的體驗。冇可能嘅體驗哈，你說講客家話的部分嗎？豆腐下地圖哈，就得慢慢練習啦。因為我家到哈，客家家也差不多就12年了哈，10多年了，慢慢練習，慢慢做客家菜。看到你個節目哈，你就得練習動作，今日就學到動作嗎？有學習到很多哈。有。兩面係我哋個節目嘅競選啦。其實唔管哈係兩片哈，全當厲害。唔管係哪一邊的菜，全就幾切家火下嘅味道咯。冇唔錯，也一家之主呢，最主要就係希望講大家留自家嘅味道帶出來，留大家來分享，你係最重要嘅，大家分分喜喜，共下來交流。係啊，所以哦，假使你對做菜哦非常有興趣哦，假使你對做菜哦非常有信心哦。假使哦，你係這個公媳，然後婆媳，全組都來報名參加咯。冇錯，今日呢一家之主，不讓大家夾夾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謝謝，謝謝。